结婚了吗？没有。有女朋友吗？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个是喜欢上一个人的症状，这病我治不了。只有我最近经常出现精神恍惚、注意力无法集中，而且心情烦闷的症状。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？哦，就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人，就哪怕见到陌生人也会觉得是他。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精神紊乱之类的病？你之前有没有受到过什么刺激，或者是经常生气？那个人是经常惹我生气。有没有出现过头晕头痛、肢体乏力等症状？没有。那是不是你所有的症状都和那个人有关？可以这么说。结婚了吗？没有。有女朋友吗？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个是喜欢上一个人的症状，这病我治不了，只有那个人能治。不可能！我建议你再好好进修一下。呆头呆脑的，搞关系倒是挺有一套。YC， 这也不是他女朋友的名字呀。渣男。难道是公司的人 ？YC。一成，我疯了，我一定是疯了，一定是因为她长得太像女孩了。啊！喂，爸，这2天怎么没上楼汇报工作呀？爸，我哪天要是疯了，千万别断了我们公司的投资，还有，不许把你的财产给江梓潼，他要不然给你败光了，要不然被人骗光了。说什么疯话